各位堂上同埋線上嘅弟兄姊妹早晨，感謝主保守我哋嘅腳步，我哋平安返到佢嘅聖殿敬拜我哋嘅上主。崇拜之先有溫馨提示，請大家攞出你哋嘅手機睇下轉咗冇聲未？如果有需要呢，我哋嘅司事員呢係可以過嚟協助各位嘅。另外咧，亦都提各位，如果未有教會嘅同意，就唔好錄影、錄音或者影相。上個星期咧，劉龍華牧師咧同我哋講過，我哋嘅崇拜週刊嘅第一部嘅每週經訓係改咗每月嘅金句。希望咧，我哋運用呢啲金句咧，幫助我哋可以講出安慰同埋造就人嘅話語。我哋一同誦讀本月金句。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提摩太前書4章8節。大家請安靜心靈。2025年3月16日，大齋期第2主日，今日亦都係神學教育主日。崇拜現在開始，請各位起立。我哋同唱普天頌讚第228首恭敬讚美歌。感謝我們
上帝的恩典已降臨，醫治全世界。會眾請坐，低頭靜默。主在聖殿中。會眾請起立，我哋同眾使徒信經，以表達我哋對大公教會嘅認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會眾請坐。我哋低頭同心祈禱。親愛嘅天父，你用話語創造天地，用塵土造人，以你嘅靈養育我哋，使我哋有生命氣息。我哋感恩敬畏塑造我哋嘅上帝。科技嘅進步使我哋每日好快接收到四方八面嘅資訊，以為自己嘅知識領域廣闊，其實係有闊度冇深度，冇營養，但係就變得越嚟越自我，將自己嘅心思意念放喺第一位，上帝變成次要。我哋現在以謙卑痛悔嘅心，承認我哋係一個罪人，有意無意之間得罪人得罪上帝，求主赦免。今日係大齋期第二主日，我哋謹記主耶穌喺曠野接受試探，喺十字架上邊流出寶血，成就咗救恩。而我哋每日喺家庭、工作崗位、學校，甚至教會都會面對唔同嘅試探，讓我哋以操練、悔罪、克己、代禱、分享嚟抵擋呢啲試探，又求掌管人心嘅聖靈幫助我哋嚟到主嘅面前，支取力量，繼續走呢條朝聖之旅，在地若天，聽道而行道，直到終點。祈禱係奉主耶穌嘅名而求，阿門。我哋同心念誦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脱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門。我哋現在係以啟應嘅方式恭讀上帝嘅話語。經文係記載喺詩篇27篇1至到14節。由我讀出單節，會眾讀出雙節，最後一節我哋一齊誦讀。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絆倒伏了。雖有軍兵安營攻擊我，我的心也不害怕。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我必仍舊安穩。有一件事我尋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裏求問。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裏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耶和華，我用聲音呼籲的時候，求你垂聽，並求你憐恤我，應允我。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心向你說：耶和華，你的面我正要尋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發怒趕逐僕人。你向來是幫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丟掉我，也不要離棄我。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收留我。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敵的緣故，引導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給敵人，遂其所願，因為妄作見證的和口吐空言的起來攻擊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了。求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願主嘅話藏喺我哋嘅心裏邊。現在係聖歌，會眾請起立，我哋同唱普天頌讚第354首謝主扶持歌。
會眾請坐。今日係神學主日，我哋請到播道神學院嘅學生潘慧瑩嚟到為我哋分享。大家好，我係播道神學院道學碩士1年級嘅學生潘慧瑩。五餅二魚嘅故事呢，係我蒙召嘅經文。耶穌基督嘅大能，佢係一個完備嘅供應者，除咗為人呢帶嚟肉體嘅溫飽，同時呢都為人帶咗希望同埋心靈嘅滿足。我呢嚟自基層嘅家庭，結婚之後呢，同丈夫老爺奶奶呢一直都同住，我同佢哋嘅關係呢好好㗎。而我呢係一個好重感情同埋關係嘅人。大學時候呢，我係修讀會計嘅，之後呢轉職咗去做咗 IT。喺教會嘅成長同埋工作裏邊呢，讓我呢成為咗一個呢係睇重 doing 嘅人。喺服侍青少年群體大約15年度啦。2017年嘅時候呢，我回應咗上主嘅呼召，以營商宣教呢嚟到接待年青人。當時呢，我報讀咗一個關於青少年事工嘅課程。喺讀書嘅旅程裏邊呢，上主糾正咗我嘅視野。從前嘅我呢，好睇 doing 嘅，但係呢，我而家好睇 being。因為呢，迎合年青人嘅需要，我呢就去學沖煮咖啡啦，去繼續呢研究甜品，準備呢畢業之後呢去實踐呼召嘅。喺疫情裏邊呢，係經歷咗好多失去自由同埋安全感，好多家庭呢係面對生離死別，失去家人朋友。喺實踐呼召之前呢，我諗唔到呢，上主呢先嚟去塑造我嘅生命。2020年嘅7月份係疫情呢好嚴峻嘅期間，同一個月內呢，我同住嘅老爺因病離世，而我丈夫呢確診咗一個不治嘅腸炎病克隆氏症，做咗一個好大嘅手術。當時呢，我一個人呢去處理老爺嘅喪禮啦，照顧呢喺哀傷裏邊嘅奶奶，同時呢都要兼顧呢係照顧養病之中嘅丈夫。我心裏邊呢係好難過，又好憤怒，亦都好唔明白點解呢丈夫會遇上呢個不治之症。我差唔多呢用咗1個月嘅時間去默想呢3節經文，係聖經舊約詩篇46篇1到3節。經文係咁講嘅：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地雖改變，山雖動搖到海心，其中的水雖澎湃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怕。呢幾節經文我過唔到，我亦都睇唔到上主嘅幫助，我亦都唔明白佢嘅心意。喺禱告裏邊呢，聖靈提醒咗我，耶穌呢係一個全能嘅神，我必須要相信佢，佢嘅恩典係夠我用嘅。丈夫呢經歷咗2年全面嘅休息，佢身體呢慢慢嚟到去恢復。雖然呢，佢嘅餘生呢係需要繼續打針食藥去維持身體嘅狀況。見證到呢，丈夫身體得着醫治，而家呢，佢可以半職嘅工作，呢一個係神蹟啊！上主醫治咗我，上主對我丈夫嘅醫治係非我所想所求，我更加去親身經歷呢恩典夠用嘅寶貴。喺2023年嘅期間呢，我經歷2位至親家人因病離世。我明白呢，佢哋已經安息咗主懷，但我心裏邊仍然都好難過、好傷心。能夠同家人喺未來天家再聚呢，呢個好寶貴，呢個係一個好寶貴嘅應許，讓我更深體會上主救贖恩典嘅偉大。呢啲嘅經歷呢，讓我明白咗人生真係好無常，生命好脆弱，只能夠靠住主耶穌基督嘅愛同埋恩典，先可以醫治到人嘅身心靈。生命呢先有盼望嘅。喺2023年10月底，喺一個退休營裏邊呢，上主以5餅2魚嚟到去呼召我。我心靈裏邊呢一直都被感動住，手裏邊拿住救贖恩典嘅我，
好希望呢同上主嚟到同工，傳遞呢個祝福俾未得之民。但我心裏邊呢不斷去懷疑，喺我呢個年紀，我嘅身體、智慧、能力可唔可以承擔呢個使命、呢個呼召呢？經過呢同丈夫一齊嚟到禱告尋求，同樣得到呢教會牧師確認我嘅呼召，我呢去參加咗播神一個召命日營。我呢係好多擔心同埋懼怕嘅，但係呢當日呢係信息提醒咗我，我要效法彼得，帶住甘願受苦、榮耀神嘅心志去踏上呢個奉獻嘅路。分享係咁多，多謝大家。跟住落嚟係讀經。今日嘅講道經文係記載喺《列王記上》21章1至到10節。經文係咁話：這事以後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個葡萄園，靠近撒瑪利亞王亞哈的宮。亞哈對拿伯說：你將你的葡萄園給我作菜園，因為是靠近我的宮，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園換給你；或是你要銀子，我就按着價值給你。拿伯對亞哈說：我敬畏耶和華，萬不敢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你。亞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說：我不敢將我先人留下的產業給你，就悶悶不樂地回宮，躺在床上，轉臉向內，也不吃飯。皇后耶洗別來問他說：你為什麼心裏這樣憂悶，不吃飯呢？他回答說：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說，你將你的葡萄園給我，我給你價銀；或是你願意，我就把別的葡萄園換給你。他卻說：我不將我的葡萄園給你。皇后耶洗別對亞哈說：你現在是治理以色列國不是？只管起來，心裏暢暢快快地吃飯。我必將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園給你。於是託亞哈的名寫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給那些與拿伯同城居住的長老貴胄。信上寫着說：你們當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間的高位上，又叫2個匪徒坐在拿伯對面，作見證告他說：你謗讟上帝和王了。隨後就把他拉出去，用石頭打死。經文一段讀畢，願上帝嘅話語餵養我哋嘅心靈。現在係歌頌，請詩班為我哋獻上古舊十架歌。之後我哋有陳偉嘉牧師為我哋證道，題旨係尊重界線。
姊妹咧，早晨。今日咧，我會講一段嘅經文嘅，即係我哋會講即係《列王記上》嘅21章1至到10節嘅經文。咁呢一段經文咧係我哋好熟悉嘅經文，係啦，即係我哋會講一段好熟悉嘅經文。講呢啲經文嘅時候咧，其實係如果大家大約睇讀完之後咧，你會發覺咧，呢啲經文咧其實係講緊關於即係亞哈想搶葡萄園嘅故事。嗱，其實大體上咧，我唔知大家狀況如何啦嚇，即係我都幾懷疑咧，好多時候咧，我哋用呢啲經文嘅時候咧，好少喺主日崇拜會再用呢啲經文嚟講到嘅。嗱，呢啲經文咧通常都係喺兒童主日學嘅時候會用嘅，即係我印象裏邊咧就係喺以前牧會嘅時候咧，啲導師發現啲小朋友開始搶人嘅 iPad 同搶人 iPhone 嘅時候咧。咁導師下一堂咧就會教呢個故事，即係話唔好好似亞哈咁嚟搶，即係拿伯特嘅，或者而家拿伯啦，即係拿伯特，即係而家唔係譯名啦嘅葡萄園咁樣。嗱，我哋好少會喺個成人世界裏邊咧，即係喺大堂嘅時候咧，我哋會講同咁嘅信息。因為其實你發覺個應用好似好奇怪嘅，即係你話唔好搶你隔離嗰個袋，即係冇乜需要啊，係嘛？即係搶一件衫咁，更加唔會啦。即係喺成世界裏邊，所以呢一個信息我諗咗好多年下嘅。其實呢個信息對大人嚟講，仲有咩意義嘅咧？或者對大人嚟講，呢個信息仲有一個乜嘢係啱我哋要去學習嘅地方咧？或者成個《列王記上》裏邊特別要記載咗一個王去搶葡萄園嘅故事，想講乜嘅咧？今日希望能夠花少少時間咧，我哋能夠嘗試理解下。嗱，講呢個故事嘅時候咧，或者應該講呢個信息嘅時候咧，我希望咧你心目當中咧諗一個舊約嘅故事。所以呢堂度咧唔好淨係我講，請你大家都俾啲努力。依家咧我會講一啲即係呢個故事裏邊一啲嘅事情。請你咧即刻即係而家即刻諗一諗。依家會講嘅嘢裏邊嘅時候，你會聯想起一個乜嘢舊約好出名嘅故事咧？嗱，依家咧如果你聯想到嘅話咧，就請你在心中得咯，就唔好大聲咁呼叫出嚟啦。等其他未諗到嘅人咧，都一齊諗落去喎。嗱，但係呢就係咁喎，今日我哋想做呢件事，咁以至我哋從一個唔同嘅角度，重新去思考一下，其實呢個故事係想講一件咩嘅事情咧？嗱，我先望下1至到3節先，1至3節。嗱，佢點講嘅咧？佢話後來發生咗呢件事啦，係耶斯列人拿伯特啊，如果你和合本話就係拿伯啦嚇，喺耶斯列個葡萄園靠近即係撒瑪利亞王亞哈嘅王宮。嗱，亞哈就同拿伯特講啦，咁講乜嘢咧？佢話將你葡萄園俾我，因為咧你個葡萄園靠近我王宮，我可以用嚟做菜園，我願意將個更好嘅葡萄同你交換。如果你中意嘅話，我用市價向你買。嗰時拿伯特就同亞哈講，要話絕唔容許你咧將我呢個祖產攞去。嗱，呢個故事其實幾特別嘅，即係佢形容呢個係一個菜園嘅，即係亞哈想用呢個菜園。咁而家你諗緊咧一個舊約故事嘅時候咧，你試下諗下一個好出名嘅舊約故事，發生嘅場景都係個菜園㗎，即係喺個園子嘅裏邊㗎。嗱，仲有一個特別嘅嘢係咩咧？就係耶和華絕唔容許你將我嘅祖產攞。嗱，呢句説話其實喺成個1至3節嘅裏邊咧都幾特別嘅。嗱，點特別法咧？咁我試下揾個比喻講下佢。如果弟兄們啊，如果你中意阿仙奴嘅話咧，即係你中意阿仙奴嘅話，即係今晚佢就對曼聯好似。假設你同你太太要睇波咁樣啦，即係咁你太太就唔想你睇足球㗎，咁佢搶你個 remote control，即係嗰個遙控器，撳去另一台睇。通常你就同佢爭鬥啦，係咪？即係攞翻嚟。你好少會同太太講，要話絕不容許你將呢個嘅遙控器攞走咁樣。即係如果你今晚同老婆爭睇足球定係睇咩嘅話咧，如果佢同你搶，我哋試下用呢個，你今晚睇你老婆係咩反應啊？嗱，你可以想象好奇怪㗎。
乜嘢叫做耶和華絕唔容許你將我早產俾你啊？嗱，你要明呢一句話咧，你要諗一個舊約故事㗎嚇。嗰個舊約故事咧係個園子嚟㗎，喺個園子裏邊發生咗件事㗎，就係耶和華唔准人做啲嘢嘅。大家係咪已經諗到啊？咦，大家好似諗到個樣，即係咁快嘅，因為即係大件事啦。即係我仲諗住要耐啲添。大家啲樣開始話俾我聽明緊啦。1至3節講咗樣好獨特嘅嘢。明明亞哈係一個王，隨便搶就搶㗎啦咁。喺個故事記載嘅裏邊記載咗拿八特用一句説話覆佢㗎，即係耶和華唔俾你攞一啲嘢。嗱，好明顯呢度係諗緊嗰個舊約故事裏邊一個好重要嘅耶和華吩咐嘅，耶和華唔俾人做一啲事情。嗱，唔單止係1至3節㗎。嗱，你試下望下4、5、6、7咧呢4節聖經啊。嗱，呢4節聖經其實咧，如果你試下將佢 delete 咗啊，真係喺聖經裏邊你唔要佢嘅話咧，其實你都唔明成個故事講乜㗎。但係加咗4、5、6、7節嘅時候咧，你發現其實唔知點解佢要講呢啲嘢，佢幫佢講乜嘢咧咁啦？我哋試下望一望4、5、6、7節啦。佢話亞哈因為耶斯列人拿八特同佢講，我唔能夠將早產俾你，就悶悶不樂返到宮中，躺喺床上，面朝於內唔肯食嘢。嗱，呢個似都唔似㗎啦。其實我仔今年11歲啦已經。我就算佢幾唔開心都好，都唔再面朝於內唔肯食嘢㗎啦。應該8歲到咧7歲到嘅小朋友扭計嘅時候，話會咁做，好奇怪嘅。形容一個亞哈王係咁㗎嚇。佢老婆耶洗逼，即係或者你熟啲和合本嘅耶洗別啦，進嚟同佢話：你做乜咁煩悶唔肯食嘢？你發現第4節同第5節裏邊重複咗嘅係乜嘢啊？唔肯食嘢。第6、7節講咩咧？亞哈回答佢話：係因為耶斯列人拿八特講啊，佢講乜嘢？佢話：將你葡萄園俾我，我俾錢你啦，或者你中意嘅話，將葡萄園同你交換啊。可是佢話：我唔能夠將個葡萄園俾你。佢妻子耶洗逼又對佢話咩啊？虧你氣息嚟嘅喎，起嚟食嘢，開心啲，看我將耶斯列人拿八特嘅葡萄園俾你咁。嗱，4、5、6、7節想講一件好似好無聊嘅事。嗰個男人扭計唔食嘢，跟住係發生咩事啊？係佢老婆令佢食翻嘢。你唔知記載係做乜嘢㗎？做乜要記載一個老婆要讓個男人都去食嘢嘅故事，寫成4節咁多咧咁？嗱，你記唔記得你諗緊個舊嘅故事㗎？頭先你諗嘅舊嘅故事咧，係個園子嚟嘅，係咪？個園子發生咩事話？耶和華唔俾人做啲嘢，最終發生咩事啊？係個女人點啊？俾個男人食嘢啊！大家已經蠢蠢欲動地，心裏邊又唔夠膽講出口，個樣想同我講，你已經知道咩事咁，證明大家都係返咗教會好耐嘅樣啦。你已經係咪諗緊舊約一件好出名嘅事啊？所以好明顯，你會發現原來耶洗別亞哈去搶人哋葡萄園嘅故事，唔知點解用咗好多類似嘅觀念，係重複翻緊舊約。你諗緊呢件事情嘅嗱，你發現咧舊嗰件事情有咩話？有個園子啦，耶和華講一啲嘢唔俾人做一啲嘢啦，係咪？有個男人同埋有個女人啦，係咪？而個女人就俾男人食嘢啦，係咪？你發覺仲有個角色冇出現到㗎？嗰條係咩話？咦，喂，即係我咁講下啫，大家就唔使咁快講出嚟住啊。雖然今年係咩年話？係啊，冇錯。所以你發覺佢仲爭條咩啊？爭條蛇啊！咁你就要問一問，其實跟住落嚟嘅經文再講啲咩嘢？嗱，我哋時間關係啦，呢個大家都明啦嚇，即係8至10節就講條蛇噶啦。
點望下第8節佢講乜嘢？第8節佢話：於是耶洗別就以亞哈嘅名義寫一封信啦，蓋上王嘅印章係嘛，就將封信送俾拿伯特同城啲長老同貴胄。佢喺信上寫乜嘢？佢話你要宣告禁食，讓拿伯特坐喺民間嘅首席，又叫2個流民坐喺拿伯特嘅對面，控告佢話你曾經咒詛神同君王，然後將佢拉走，用石頭打死佢。嗱，其實個故事講8、9、10都明啦。即係你知道結局就係臨尾拿伯特死咗啦，跟住就搶咗葡萄園啦。但係呢一度嘅裏邊咧，有一個字係值得留心嘅。你見我 highlight 咗少少㗎，即係嗰個係叫2個流民啦。嗱，如果你睇和本嘅話咧，呢個字咧佢譯做匪徒嘅。嗱，如果你睇其他嘅中文譯本嘅話咧，呢個字翻譯做假見證人嘅。嗱，你會問一個問題嘅，就係問好地地呢個字嘅翻譯，如果佢係 apple 嘅話，咁你冇得揀㗎，你翻譯佢做蘋果嘅啫。如果佢係 orange 嘅話，你要翻譯就係橙啦，係嘛？嗱，如果個 Hebrew 個字，嗱 Hebrew 個字咧係叫做 Belial，咁佢應該有一個翻譯㗎，係咪？點解譯做流民又譯做匪徒？亦做假見證人咧咁啊！如果英文聖經嘅話咧，更多唔同嘅譯本咧，譯嘅字都唔一樣嘅。嗱，所以個問題就係問，到底呢個 Hebrew 呢一字啊，叫做 Belial， 其實想講乜嘢㗎？即係譯做流民啦，定係假見證人啦，定係譯做匪徒啊，定係譯做唔知乜嘢嘢咁啊？嗱，其實呢一字嘅意思咧，真正嘅意思係譯做 useless 啊，即係如果用你翻譯 Belial 嘅話，中文想譯好啲嘅人就又譯奇怪，就係又叫2個冇用嘅人咁啊，坐喺拿伯特嘅對面咁，即係可能中文翻譯嘅人佢唔係好明咩叫 Belial， 點解會用冇用嘅人？所以佢就唔譯冇用啊，即係佢又譯做匪徒啊，譯做假見證人，因為後邊就係佢做假見證啊嘛，所以譯假見證咧喺翻譯嘅意義上係好嘅。不過佢未理解到點解 Belial 係一個 useless， 點解要用冇用？點解唔直接揾你一個 Hebrew 嘅字係解假見證咧咁？嗱，呢度咧要花少少氣力。Belial 呢個字咧係講冇用啦。嗱，對於猶太人嘅觀念嚟講，你要嘗試代入佢嘅角度去諗一諗，咩係冇用啊？嗱，如果你知道嘅話，你呢個世界上咧基本上嘅所有嘢都係上帝創造啊。上帝所有創造嘅裏邊，喺猶太人嘅觀念嚟講，都係有意義嘅、有用嘅。不過你就唔好問我。蚊啊、曱甴有咩用啊？即都有用嘅，應該喺上帝嘅心意裏邊。即係總之喺佢裏邊，所有嘢都有用嘅。你就要問喺猶太人嘅觀念啊底下，乜嘢係冇用啊？冇用呢個觀念係點嚟法㗎？點解佢形容一啲嘢係冇用嘅 useless 啊？咁你即係話上帝所創造嘅裏邊？有啲係冇用咧，即係上帝創啲冇用嘅嘢咁。但係唔係㗎，喺上帝觀念裏面反而有啲嘢，猶太人一定要用冇用嚟去形容㗎。嗱，我哋試下咧睇多個觀念啊。上面嗰隻 Hebrew 嘅字就係 Belial 啊，係解 useless 咁解啦。嗱，其實呢一字咧喺我哋睇林後好似簡單啲啊。喺哥林多後書嘅裏邊咧，喺第6章14節佢形容黑暗之子呢個字啊，其實就係咩？比列與耶穌有咩相干啊？如果你仲記得嗰段經文啊，比列你發唔發覺呢個字嘅譯音啊 ？Belial，你讀幾次啊？就變咗比列咁嘅意思㗎啦。其實佢由希臘文、由希伯來文變亞蘭文，再變希臘文。嗱，英文就 Belial， 即係你讀幾次 Belial， 你發覺似比列㗎啦，即係佢譯音嚟嘅其實。所以比列呢個字嘅意思係講緊黑暗之子。如果用死海古卷嚟講嘅話咧，呢個字其實係同撒旦同魔鬼係同一隻字嚟嘅，即係講緊條蛇。
嗱，如果咁樣講嘅話，對於猶太人嚟講，乜嘢係冇用嘅人？形容緊嘅就係魔鬼撒旦，或者係魔鬼撒旦所操控緊嘅人，做啲魔鬼撒旦專做嘅事情，佢就形容呢啲嘢係叫冇用。嗱，所以成個故事1至10章，你開始慢慢理解，即係一個伊甸亞當夏娃犯罪嘅故事，條蛇引誘做一啲匪夷所思嘅事，將耶和華命令佢哋唔準做嘅嘢，佢哋去做，食嗰個禁果。呢個故事好似重複地照版主佢哋得咗喺成個列王記上呢個亞哈搶葡萄園嘅故事嘅裏邊。跟住個問題就問：做乜要咁寫啊？個問題就要問：寫嚟為乜嘢？寫嚟其實係為一件乜嘢嘅事情？你可以想象呢件咁出名嘅，即係伊甸園，即係夏娃俾禁果亞當食嘅故事，係好出名嘅故事。你以為呢件咁出名嘅故事，犯錯嘅故事，以致人墮落失腳啊？人會喺往後歷史嘅裏邊能夠學識呢個故事嘅尷尬，唔重複犯呢個故事咩？唔係啊！列王記上寫呢個故事，想同你同我講嘅係呢個故事照版煮碗地重新再演繹過出嚟。喺亞當夏娃故事裏邊尚且冇殺人，但喺亞哈同耶洗逼呢個故事嘅裏邊，竟然將拿八特殺掉。你可能會問：今日同我哋嘅意義係乜嘢？呢個故事今日同我哋要講緊一件乜嘢嘅事情？嗱，我試下咧講一個例子，演繹一下到底今日最想講咩？2年前係我妹夫過身嘅日子，即係喺23年嘅時候嘅2月14日。我妹夫過身嗰日係佢哋兩個同我妹一齊慶祝情人節。慶祝完情人節之後咧，就佢哋嗰晚瞓覺，即係我妹夫唔舒服起身，即係行到廳嘅時候，突然間嘭一聲跌落地下。我妹即刻出嚟，佢個仔我哋叫寶珠仔啊，8歲嗰陣時候出嚟睇爸爸。我妹做佢可以做嘅嘢，但係唔夠10分鐘到。即係佢嘅老公，我妹夫就冇呼吸冇心跳，就喺佢面前就過身。你可以想象件事好艱難。即係2月15號朝頭早6點幾收到電話嘅時候，我發現有60幾個 miss call， 即係我妹即係打俾我。即係你可以想象嗰朝一睇電話嘅時候，知道一定係出咗事。嗰個月好難過啦。10年前啦，即係12年前啦，而家即係佢哋嘅婚禮係我證婚嘅，我分娩嘅。你好難想像，即係我會做我妹夫嘅安息禮拜。成家巨變啦，即係開始感受到，當你喊嘅時候，你喊到隻眼唔想再喊啦，因為你一喊嘅時候，隻眼就好痛啦。即係如果在當中你經歷過親人過身，你好難過嘅時候，你都有呢啲經驗啦。即係喊到成個禮拜之後，隻眼腫到，你再喊嘅時候，隻眼一熱，隻眼就好痛好痛，好似話俾自己聽，好難再喊落去咁。喺23年嗰個暑假，其實我妹同我妹夫嗰陣時候就 plan 咗去日本旅行，結果去唔成啦。咁嗰年嘅暑假係我成家人同我太太同我仔女去英國。你知而家去英國就唔使租酒店住㗎啦，大家都明我，即係你知去到邊度都有弟兄姊妹啦。
即係每個城市裏邊都總有你識嘅弟兄姊妹喺度存在啦。咁你就諗住去嗰度探，我哋玩咗大約成6個禮拜喺英國。咁喺唔同嘅弟兄姊妹住，由 London 去到 Edinburgh， 再去，總之 round the clock 咁喺英國度玩咗個圈。咁結果咧，我就邀請我妹啊，我話阿妹啊，不如會唔會你都一齊嚟散下心啊咁？因為好想同我阿妹講就係都4-5個月啦，我話會唔會你都執一執啲嘢啊咁？即係佢仲將屋企所有佢老公嘅衫褲鞋襪、隨身嘅物品都照原位地放緊，就好想藉住呢個英國之旅啊，即係同我妹講係咪時候要執一執啲嘢啊咁？即係咪揾個篋將老公嘅嘢收埋，唔好再擺喺度，好似老公繼續存在緊咁。所以成個旅程就希望同我妹傾偈。喺教會我服侍咗 full time 服咗13年，就好多弟兄姊妹都有唔同情況下嘅過身，所以對我嚟講，安慰要點做啊？即係過去嗰10幾年喺牧會嘅經驗底下，大約知應該點做。咁所以今次諗住我妹有3個禮拜嘅假期，因為佢老細好好嘅，即係佢老公過身之後都放咗成個幾月假㗎啦。佢老細特登俾佢再放多3個禮拜散心。咁所以佢去3個禮拜啦。咁點解知好奇怪？即係嗰3個禮拜嘅裏邊，我好想同我妹講關於佢老公嘅嘢啊！你點啊？咁你最近你掛唔掛住老公？好似想講呢啲説話嘅時候咧，好似呢啲説話好似好廢話咁，你梗係掛啦，係嘛？即係你點啊？咁梗係差啦，心情即係你。所以好似同我妹講唔到任何一句即係關心佢嘅嘢咁。3個禮拜好快過啦。3個禮拜過完之後咧，就最後嗰日，我哋喺 Leeds 喺列斯。咁你知列斯可以食 high tea 啦，可以睇 Harry Potter 啦咁。咁啊都做呢啲嘢，但係最尾嗰日嘅時候咧，我就好內疚啊！死啦，乜都冇做過啊！上帝點啊咁樣？發生咩事啊咁樣？點解好似任何一句嘢都講唔到嘅咧咁？嗰3個禮拜裏邊好多時間可以講嘢，其實但係一句都講唔出。當我好內疚同躊躇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本來諗住喺個 city 玩完就送我妹，即係嗰日下晝就送佢就離開，就翻佢 London， 我哋繼續我哋行程，我哋做成3個禮拜。點不知咧最尾嗰日咧好奇怪嘅，即係我哋無啦見到巴士站，個巴士站咧有個巴士嚟，好突然，我哋不如上巴士啦咁。因為我見到嗰個巴士咧就去一個地方叫 Howard Castle， 即係一個城堡，但係要搭一個專輪車度啦。咁啊，去一個好遠嘅地方，一個好大嘅城堡，你想象唔到咁大嘅地方嘅城堡。咁啊，裏邊有嘢睇咁樣。因為我睇過啲旅遊書介紹話值得去咁，咁我就話唔好理啦，我上車啦咁樣。因為嗰日我自己好納悶，就唔想再喺個 city 嗰度，就準備走去遠啲嘅地方咁。咁啊，成程咧就有條動線嘅，即係你大概行個零2個鐘到，即係睇下啲咩living room 啊，人哋啲幾奢華嘅圖書館啊，咁啊就睇下嗰啲城堡裏邊嗰啲設計咁樣啦嚇，即係嗰日咧我就冇理啲仔女嘅，即係捉住阿寶珠仔咧就介紹啲嘢俾佢聽，想講多啲嘢俾佢聽咁樣。咁啊，離譜裏邊都好似成3個禮拜乜嘢都冇做過咁啊！咁所以成程我捉住寶珠仔就做嘢，因為佢最後一日啦咁。咁我妹咧好早就唔見咗啦，因為佢見到我成日捉住阿寶珠仔傾偈啊，講下介紹啲嘢俾佢睇啊咁。點知最尾嘅時候咧，去到一個地方係一個 chapel 嚟嘅，係一個好差唔多呢度咁大嘅，即係我覺得細少少到啦，真係嘅禮堂。個禮堂咧就正常禮堂咪就係咁啦，係嘛？即係類似係咁啦嚇。點不知個禮堂咧入到去嘅時候咧，我妹坐咗嗰個位，最邊中間喺度嘅一個位置。咁我都知道我妹喺度嘅就都好啊，我妹喺度祈下禱都好嘅咁。咁但係一入到個禮堂嘅時候，我望到好奇怪係咩咧？係六個嘅 screen， 即係你想象下就係
有一個喺度，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好高身，即係高過我咁大嘅 screen， 即係有6個擺咗喺度。咁我望下做咩個禮堂要擺6個咁高身嘅 screen 嘅咧？咁即係你呢個就超級大啦！即係你想象將佢拆咗做6個擺喺前邊呢6個，喺6個裏邊 screen 出啲咩咧？咁啲人嘅樣嚟㗎，個啲樣咧係即係你想象下就大約30秒咁啦，即係 pan 住一個人嘅樣30秒，跟住再轉另一個樣，又再轉另一個樣咁啦，大約幾十秒。所以6個 screen 咧，大約有幾百個人嘅樣，就喺度猛咁喺度 loop 啊！真係有好多人嘅唔同嘅樣喺度嘅，真係。原來呢一個望一望嗰啲人嘅樣嘅時候，個人嘅樣係咩咧？係唔開心㗎，有啲喊㗎，有啲好難過㗎，有啲好情緒好似好低落咁樣嘅樣㗎。6個。總之就係唔會幾日秒就 flash 又轉你一個人。咁我望咗一陣就哇，咁做乜嘢？呢個行為藝術裝置搞乜嘢嘅咧？咁，所以我即刻捉住部書就翻到最門口嗰個位睇下。你知睇咗成個幾鐘嗰啲介紹，即係去到個 chapel 我就唔想再睇咧。就但係見到咁奇怪嘅6個 screen 望啲人嘅樣咁難過咁傷心嘅，就走翻去門口望一望，睇佢介紹佢呢個行為藝術裝置咩嚟㗎啦咁。一唔睇，一睇我就好震撼。我即刻捉個寶珠仔去咗呢一邊，我同佢講2樣嘢。我估我人生裏邊呢2番説話我好記得嘅。我話寶珠仔啊！我話請你記得，你冇咗爸爸呢件事情，你唔孤單嘅。我哋望下嗰6個 screen， 咁多嘅人，原來呢度全部每一個人都係失去咗親人。我話你行呢條好孤單嘅路，好似我話請你記得。你望住呢啲嘅 screen 嘅時候，啲人嘅樣話俾你聽，佢哋就係冇咗親人之後，佢哋嘅反應。我話呢條路你唔孤單嘅，但係我話寶珠仔啊，喺往後日子嘅裏邊，當你掛住你爹哋嘅時候，請你都記得，你可以難過同傷心嘅。你睇下呢度每一個人嘅樣。就係當佢掛住佢離開咗嘅屋企人嘅時候，佢哋嘅反應同表情嚟。你唔需要成日扮正常當冇嘢，你可以有時候好擔心、好驚、好唔開心。點解你生命裏邊突然間爸爸唔見咗？我話你可以。講完呢番説話之後，我妹喺嗰邊走過嚟呢度，即刻捉咗個寶珠仔喺佢身旁。佢哋2個就有自己祈禱嘅時候，我自己就靜靜咁退走咗。呢件事對我嚟講，今日都好震撼嘅係，我以為呢個係我妹啊。佢遇到好艱難嘅事情嘅時候，我覺得我應該，我需要去關心、去幫佢，去明白佢嘅感受，去知道佢嘅嘢，點幫佢行過一段路。但係你知唔知嗰6個 screen 嘅出現 ，unexpected， 冇諗過㗎。上帝同我講一樣嘢係咩？佢話佢係照顧孤兒寡婦嘅主啊！佢俾咗個 guarantee 我，佢話佢 care， 佢緊張緊我妹同佢嘅仔多過我。我開始慢慢學識，呢個世界上好似有啲嘢你應該做，需要做，迫切要去
係呢件事唔可以我唔理嘅，呢件事係我要去 handle 佢處理佢，係要我 involve 喺裏邊嘅。但係呢個故事俾我一個好大嘅震撼嘅位係我以為我應該要做嘅咋。我唔知道你覺唔覺得，我哋成日都似亞洲電視嘅。亞洲電視係講緊永遠都存在嘅。你覺得喺教會裏邊，喺屋企嘅裏邊，有啲嘢係你要搞嘅，你要處理嘅。你上個月新年係嘛？即係1月尾2月頭嘅時候新年，你發覺新年嘅時候，有啲人你好想嘈佢噶，吉佢噶。如果在當中係啲爺爺嫲嫲級喎，你見到啲孫仔孫女啊，或者見到啲仔仔女女翻嚟嘅時候，你發覺你吉咗佢好多年嘅，你明㗎？你吉佢啲嘢，你想嘈下佢啲嘢，但係發覺你嘈咗幾廿年都係咁㗎。亞洲電視講嘅係，我哋以為有啲嘢係關自己事嘅。乜嘢係亞當夏娃？乜嘢係亞哈同耶洗別嘅教訓啊？係我哋以為有啲界線係我哋可以逾越啊。有啲界線係你覺得你要參與，你要幫手喺當中，關你事㗎，係要你需要你好需要你親身去處理。但係你發現，起碼我自己呢2-3年諗嘅係，有好多嘢以為我要參與落去，我要幫手落去，我以為搞一件事咩？其實唔係嘅，係搞嗰件事㗎。我哋唔係好學識尊重緊上帝，其實有佢嘅時間同有佢 timing，佢幾時會做一啲我哋好掛住應該要理嘅嘢㗎。我哋覺得上帝唔會出手，唔會幫助，係我要去做就能夠成就到上帝嘅事情㗎。過去個9月咧係我妹夫同我妹結婚週年啊！上年9月嘅時候咧，佢哋唔係佢哋啦，我妹啦，佢嗰晚咧book 咗個餐廳食飯 ，table for two， 對面有張空凳。佢 book 咗個餐廳，就想嗰晚即係紀念佢同佢老公結婚週年。佢嗰晚食完個飯之後咧，佢 WhatsApp 咗我。佢話由佢要接受老公突然間過身，佢以為上帝喺度會唔知搞緊佢啲咩嘢，懲罰佢啲咩嘢。佢覺得好似上帝要俾一啲好艱難嘅嘢佢整蠱佢咁。佢好唔願意接受呢個上帝會安慰到佢，上帝會喺呢個時候與佢同在嘅。佢話到2年後，即係2年幾後，佢話原來上帝俾佢嘅安慰超乎佢過去一切嘅諗法。佢話呢年幾裏邊，上帝所做嘅嘢，佢從來冇諗過上帝會做得咁厲害。我睇完嗰個 message 之後，我更啞口無言啊！嚟緊係復活節，嚟緊係大齋期咯。Ash Wednesday 都過咗啦，即係聖灰日。如果可以嘅，喺呢個大齋期嘅裏邊，我哋試下操練下一樣嘢，唔好事事都係關我事。唔好以為有啲嘢係我可以處理到。
如果你同你老公或者老婆拗唔拗耳嘅，好多爭執嘅話，你嘈你老公或者嘈你老婆都好多年㗎啦，唔會因為你嘈多幾句半句，佢突然間會改變。試下交喺上帝嘅裏邊，試下一個人嘅生命嘅扭轉與改變，接受下唔會喺我手嘅裏邊成就。有啲仔女可能我唔生性唔聽話，好難搞，唔知點啊！我唔係話我哋放棄佢啊，我唔係咁噏啊。試下，除咗我哋要緊張同關心下之外，試下睇下上帝喺呢個人生命裏邊，佢會做啲咩嘢啊？試下將個界線再畫翻清啲。有啲嘢上帝冇叫我哋做㗎。有啲嘢上帝俾我哋嘅擔心同憂慮嘅嘢，唔係我哋要咁擔心同咁憂慮嘅。試下讓人做返人，讓上帝做返上帝。上帝總係會喺人想像唔到嘅裏邊，佢做要做嘅嘢。哈哈哈！呢2年我學完呢個功課之後，我同自己講做少啲嘢。呢2年嘅操練，我發覺個人平靜咗落嚟，個人開始慢慢放鬆下來，雖然好多時候都唔成功，但係呢2年總的來說，我慢慢學曉咗，原來有啲嘢唔使做，唔使掛心，上帝會處理。開始慢慢認識人嘅渺小，上帝嘅偉大。唔好以為自己咩都喺自己手嘅裏邊，尊重界線，講緊嘅係讓人做返人，讓上帝做返上帝。亞哈同耶洗別嘅故事，同你我講緊嘅係人鍾意攞自己覺得想攞嘅嘢。就好似亞當夏娃想食覺得自己想食嘅嘢一樣。嚟到大齋期嘅時候，試下學習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反倒虛己，讓人做返人，讓上帝做返上帝。喺教會裏邊，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一份，試下讓上帝喺教會裏邊先係最大份。我哋聽日禱告。天父，多謝你俾我哋今日有呢個空間時間，即係讀你自己嘅話語。求天父你自己嘅話語咧，同我哋每一個人嘅內心繼續講說話。尤其是當我哋嚟到你面前嘅時候，覺得我哋為你大發熱心，覺得我哋成日都為教會好，覺得成日為着其他人嘅時候，我嘅諗法、我嘅做法係對佢最理想。天父，求你讓我再一次俯伏你面前，等候安靜，你去做你會做嘅事情。
讓我哋只係喺你面前驚歎你所做奇妙嘅作為，讓你永遠都係我哋嘅神，讓我哋永遠如塵土一般，只不過是人。求你呢個大齋期嘅裏邊，繼續同我哋每一個人嘅心靈講說話。都係天父，你聽禱告，奉基督耶穌你寶貴名求。會眾請起立，我哋同以榮耀頌回應頌讚上帝嘅道，榮耀歸於三一上主。會眾請坐，現在請劉龍華牧師為我哋家事報告。大家平安。首先我會介紹咗新朋友，同埋我哋先介紹嘅海外教友，同埋我讀到你嘅名可以試一試啊！海外嘅教友有傅瑞美、傅瑞芝、傅瑞蘭、傅振邦夫婦同埋傅振中啊，係海外教友，喺住喺老遠嚟到香港用。仲有一位蘇華生喺後邊今日我哋有好多海外教友嚟到香港嚟到我哋同我哋一齊喺主裏邊一齊去敬拜上主。另外有幾位嘅新朋友今日比較多啲嘅，咁樣請大家留意。林月嬌嗰邊下一位林子跟住林美英，跟住林月琴好，我哋盼望喺有嘅日子，我哋都一齊相聚去敬拜上主。喺周安嘅第3頁。本主日我哋都喺崇拜當中，何蒙播道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陳維嘉牧師嚟臨正道，主內勞苦，本堂謹此致暫。今日咧都係支持咗神學教育嘅主日啦，咁樣主日咧都會代發區會嘅神學教育嘅主日捐封，以支持本神學學額同埋崇基神學院嘅奉獻嘅，咁樣我哋都喺週刊裏邊咧都夾住一個奉獻封，歡迎大家奉獻。另外都代表陳維嘉牧師咧，佢哋都有一啲播道神學院一啲嘅月刊嘅喺出邊嘅接待處，歡迎大家取閱，可以認識下呢間神學院嘅。週三祈禱會咧，我哋都會每個星期三咧都會喺網上舉行嘅，喺8點鐘。今次分享嘅就係尹桂英堂委。我哋主日學都會繼續舉行。慕道班今日咧都係最後一次嘅慕道班啦，下個星期就完結。大齋期嘅主日嘅藝術靈修工作坊都會喺今日晏晝12點半舉行，喺
教學室嘅3、4號室上課，請大家留意。我哋教會都開始咗一個叫週六崇拜嘅，我哋崇拜嘅形式都會有現代詩歌嘅形式啦，歡迎大家弟兄姊妹咧去邀請一班未認識主嘅人可以嚟到當中啦，又或者唔能夠返主日崇拜嘅弟兄姊妹去參與其中。崇拜嘅地點就係喺我哋側邊嗰個一個活動室裏邊舉行嘅，歡迎大家可以邀請。今次嘅講員係趙君華執事。培育部今日都有親子嘅戶外崇拜啦，都知悉佢哋已經今日感恩啦，即係天氣都冇落大雨啊，琴日落大雨，咁佢哋都發出一個感恩嘅心啦，就可以出到外邊啦，咁啊，讓佢哋都繼續喺度享受喺戶外嘅崇拜，親子嘅崇拜。週刊嘅第6頁。關顧部嘅主辦嘅健康檢查咧，係喺3月最尾嗰個禮拜日，唔係下個禮拜，即係3月30日咁樣啊。每個月咧，我哋最尾嗰個禮拜咧，自有一個健康檢查嘅。請大家留意。仁濟嘅院牧嘅復活節嘅愛心行動都會讓大家可以參與。咁啊喺4月10日，或者你透過二維碼QR code 去報名。咁3堂嘅報告，我都好想邀請大家嘅。我嚟緊呢，喺第8頁裏面講到川龍墓園除草嘅，我哋教會有嗰個墓園嘅，好想大家去幫手除草嘅日子。咁喺3月22日星期六上午9點鐘，唔係喺呢度集合，喺大屋街嗰邊。咁樣由於報名嘅時候咧，我哋出邊咧都有個報名表嘅，好想邀請大家參加，因為今次報名人數都較少。不過我哋感恩青衣堂咧有好多學生咧，燕京嘅學生咧幫手，佢哋邀請咗。咁樣雖然我哋都有班年青人，但係我哋都好想咧教友一啲協助彼此去配合啦，喺川龍墓園一齊有除草嘅機會啦。暫時得幾個人報名啫，都好想大家踴躍啲參加，去一齊支持我哋一個墓園嘅除草嘅運動。好，都讓我哋為到我哋所關心嘅人同埋事，我哋低頭祈禱。慈悲恩主，感謝你，讓今日天氣都冇大驟雨，讓一班年青人、兒童去到戶外裏邊有親子嘅崇拜，無論家長、無論學生都能夠享受大自然，去享受上主嘅創造，又保守佢哋常喺主嘅愛當中彼此嘅聯繫，又為到我哋全民嘅主日學都交喺上主嘅當中，保守我哋所學嘅，讓你真理藏喺我哋每一個人心裏邊，讓我哋實踐主道，活出主嘅恩典。又為到我哋喺全一嘅部人嘅籌款裏邊都圓滿完成，都為到佢哋所籌得嘅經費都能夠喺學校裏邊能夠多得着幫助。求主施恩，幫助我哋喺周遭嘅鄰舍裏邊，透過我哋教會去見證基督，讓無論海濱花園、海灣花園同埋我哋周遭嘅一啲鄰舍都能夠得蒙福音。有着主你嘅大愛，將永生之道傳俾佢哋。求主施恩，喺世界各地裏邊仍有戰爭嘅，求主即係平息喺俄烏嘅戰爭，各方面嘅戰禍都影響到每一個百姓。求主施恩，賜下每一個領袖嘅有着和平嘅心。我們禱告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阿們。現在奉獻，我哋有主日捐嘅紅袋，建設捐嘅綠袋。奉獻嘅同時，我哋同唱普天頌讚第407首永屬上主歌。如果有唔明白奉獻嘅意義，將奉獻袋傳過隔離就得啦。永屬上
我哋仍然站立，領受上主嘅差遣同埋賜福。你哋要坦然無懼踏進世界，應當勇敢膽壯，竭力持守美善嘅事。無論誰都不可以惡報惡，要鼓舞灰心嘅，扶持軟弱嘅，幫助遭遇困苦嘅人，又要愛主是主，依靠聖靈嘅大能而歡喜快樂。又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團契與引導，常與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現在係戚歸，我哋同唱散會詩《普天頌讚》第230首禮拜散時歌。琴音響起嘅時候，可以向身邊嘅弟兄姊妹問安。請坐，請默禱。